缅甸中部大地震传出灾情，不过驻缅甸代表处表示，大部分的台湾人拢伫咧用功。目前有一个台湾人伫咧曼德勒当地建筑物倒去失去联络，那其他的台湾人目前是无重大安全问题。那伫咧泰国的台商，因也表示讲，因为这泰国呢较罕的有地震，所以这地震一个来，大家是惊甲冲出去。目前当地有联络到的台湾人是拢真平安。那去到遐的旅行团、旅行社，目前是拢无受到影响，咱也会继续甲因关注。 泰国这栋建筑不断的倒去，真侪经过民众拢惊甲较紧伫原地看。日本缅甸的中部发生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包括附近的泰国曼谷，拢会当感受到海甲真厉害。雄雄发生地震，互曼谷的市区户外拢人，而且大家人看起来拢着起惊。 一堆人往户外浪港嘛，互市区的交通规拍夹。伫泰国的台商看起来阁真惊吓，因讲因为泰国真少有地震，迄当阵是海甲要徛袂知，阁听到壁有壁开的声，只会当较紧走去外口。但好佳在伫当地台湾人有群组，大家互相报平安，目前无熟悉台湾人有啥物伤亡的状况。突然间觉得一个天摇地晃，就是站不住了。 就是那个震度已经有比921还大的感觉，当下我整个吓死了，因为我边逃生的时候，边看到那个墙壁一直在裂，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老的楼会不会就是倒塌这样子？但目前是都没有听到有任何伤亡。开始晃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只是自己头晕，后来有点越晃越大的时候，全餐厅的人都傻住了。在泰国就是很多人这辈子是没有遇过地震，所以其实泰国人都蛮惊慌的。 水电目前其实都蛮 OK 的，交通的话就是刚震完的时候，其实交通有稍微打结。另外发生地震的缅甸，当地台湾人大多数拢伫咧大城市用功。驻缅代表处讲，目前用功的水电情形拢正常，经过联络，目前共款无伫咧用功的台湾人有出现重大安全状况。 据我国驻缅甸代表处回报，目前有1国人因所在曼德勒当地建筑物倒塌而失联。至于其他如住处同仁眷属、当地台侨、台商、留学生及旅客等暂时平安。观光署目前并未接获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地震影响，另洽大型旅行社亦回复未有旅行团受影响。 观光署嘛强调讲，会持续关注当地的状况。消防署嘛通报国际人道救援临时的屏东县含汤市的特种搜救队做搜救任务的准备。目前已经完成120个搜救人员，6架搜救犬含装备器材15栋台名，随时支援，展现台湾救灾的能实力。记者综合报道。